业者选用后腿猪排，在不超过120度的油锅上煎得滋滋作响，除了保留原味和营养，也让肉质更软嫩多汁。自2016年业者成立健康合餐以来，就是以低脂、低盐、低糖和高纤来呈现，而且所有食材都选用台南在地当季，包括米饭也是来自白河东山的黑米或糙米。专注食材的用心，烹调和盒装的食安正是首要考量。也秉持着3低1高的原则，让消费者能够真正享受到健康的饮食原则。在低温烹调可以第一个是健康的原则，然后第二个可以保有食材原本的营养成分，从每一份餐点就能够落实绿色餐饮这样子。坚持食材的理念之后，2023年更开始投入循环盒餐，减少一次性的容器，并建立完善的回收和清洗流程，确保消费者安心享用。所以当年该品牌就荣获经济部绿色盒餐的2项优选。今年更是以蔬食盒餐在250件参赛作品中再次荣获循环盒餐优选，甚至是全国唯一优选的台南品牌。我们希望就好像可以回归到食材最根本，那我们结合环保，吃既然都可以节能减碳了，那当然环境也更要守护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方式，把吃跟用这件事情连接在一起，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好的，真正在每一个人拿到餐点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在落实当时候的一个社会理念的一个关键，这样。目前该店考量成本和人力，除了预接120元起跳的团购订单，至于零售就是得预约或碰运气。业者坚持社会关怀和企业责任为初衷所推动的盒餐，不只是健康环保潮流，更是公益永续，要让更多人了解健康餐饮和循环经济的价值。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。